大家平安，今天5月23日，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一起来敬拜，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语，透过今天的经文，成为我们今天的帮助。我们一起透过这首诗歌，我们要来到上帝面前来敬拜，将我们的心打开，来到上帝面前敞开，让我们的灵来到上帝面前来领受。我们一起来敬拜。眷顾你的儿女，你必照所应许的成就。你眼目必看顾着地，聆听我们声音，祷告盼望，荣耀复兴降临。你眼目必
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当我们来到你面前，你愿意听我们的祷告；当我们来到你面前，你愿意悦纳我们。让我们透过读经，透过祷告，透过领受你的话语，明白你的心意。主，让我们能够来到你当中，来领受你要对我们说的。主，当我们再次聚集，愿我们的聚集是你的灵与我们同在，愿你对我们说话，让我们生命当中有你的同在，让我们愿意回到主你面前。所以我们要将今天的聚会恭敬的仰望在主你面前，我们将祷告祈求的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今天5月23日，我们要读的经文在列王纪上第20章第13节到第25节。列王纪上第20章第13节到第25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。这时，有一个先知去见亚哈王，对他说：上主说，不要怕那强大的军队，我今天要使你战胜他们，你就知道我是上主。亚哈问：谁要带头进攻呢？先知说：上主说，在各地区省长属下的少壮军人要领先攻打。王又问：谁指挥军队的主力呢？先知说：是你。于是王召集各地区省长属下的少壮军人共232名，又召集以色列军队7000人。中午，正当便哈达和他32个盟友在营帐里痛饮的时候，攻击开始了。少壮的兵士领先攻击，便哈达派出去的侦察员回报说，有一队敌军从撒玛利亚出来，他就下令活捉他们，不管他们是来打仗或是来求和的。少壮的兵士带领攻打，以色列军队跟在后面，每个人都杀死了对手。叙利亚人逃跑，以色列人在后面穷追。便哈达骑着马，跟几个骑兵一起逃。亚哈王一直追到郊外，夺取了战车和马匹，大败叙利亚人。后来，先知去见亚哈王，说：回去扩建你的军力，仔细地计划，因为叙利亚王明年春天一定再来攻打你。便哈达的臣仆对他说：以色列的神是山神，所以以色列人打败了我们。可是，如果我们在平原跟他们作战，我们一定打败他们。请王解除那32个王的军权，委派其他将领代替他们，然后重新整编一支劲旅，数目跟前次逃跑的那支军队相等，也拥有那么多的战车和马匹。我们要在平原和以色列人打仗，这次我们一定战胜他们。便哈达王采用他们的建议。我们今天的经文在列王纪上第20章第13节到第25节，让我们再用些时间来读今天的经文，来默想，来领受今天的经文。
大家平安。当我们每次在聚会的时候，我们都会邀请大家再回来看经文，透过祷告，透过默想来领受上帝的心意。而在当中也可以去回想，不管是今天所读的经文，或者前面的经文，或者是我们在这当中正在发生的事，这些事情怎么样来带领我们来领受这经文，上帝透过这当中在对你说什么，或者是有什么安慰的话临到我们。因此在当中我们看到过去的经文当中也讲到了许多，而在列王记上牧师也一直在分享说，其实在当中我让牧师的领受就是我们有没有回到上帝的心意里面，我们所做的有没有回到上帝的面前来询问上帝的心意，还是我们一直在做自己的，而其他的事情好像都不关我们的事。其实我们很需要的是回到上帝的面前，像昨天的经文一样，当亚哈王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，他来询问的是长老们群众们的意思，但是有没有回到上帝的心意呢？然而在今天的经文当中，我们看到上帝差遣了先知来对他说话，其实这非常重要。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，上帝依旧没有放弃他的人民。虽然从耶罗波安一直到亚哈，这当中都看到上帝好像没有在他们的生命里面，但是上帝依然没有离弃他们。因此在当中我们来看上帝怎么样让这个国家依然得胜，依然领受了上帝的恩典。在一开始这边讲到说，有一个先知去见亚哈王，对他说，上主说不要怕那强大的军队，我今天要使你战胜他，你就知道我是上主。其实在当中我们会看到发生了一些事情的时候，有时候会让我们感觉无能为力，会让我们感觉很害怕，会担忧接下来所要发生的事情。然而在当中我们看到亚哈王或许也是这样感觉，面对到这样的事情，我们好像没有希望，没有盼望了。其实在我们看到在便哈达王派人去的时候，他第一个就投降，他们跟他要他身上的东西，他所拥有这些东西，而他的反应就是你要什么我都给你。这也就是一种投降的方式，投降的状态。他觉得他无法胜过他，你要什么我都给你，你要什么我都给你，这也就是一种害怕的心理。然而在当中我们看到上帝所带来的是不一样的，他透过先知对他说，不要怕他，不要怕那种强大的军队，今天我要使你战胜他，你就知道我是上主。在当中让他所经历的也就是这个大卫的上帝，大卫所经历的也是如此，上帝让他去得胜，上帝让他胜过这一些。当这些事情临到的时候，上帝不单单只是让他看到他自己的军队是多是少，更重要的是上帝亲自出手的时候就要战胜这所一切。所以在当中更重要的是这个主宰是谁？是上帝。虽然上帝透过先知在说这些话，然而在这里面其实还是要做一些确认。在当中我们也看到说，究竟这些事情将要怎么发生。所以亚哈就问他谁带头进攻。先知透过先知，上帝说各地区省长属下的少壮军队的军人要领先攻打。所以当中也是有这些精兵要在当中，那谁带队呢？谁是指挥的？他说是你。所以在当中也就是让亚哈王被确立起来。其实我们生命里面常常需要如此被确定，就是你，就是你。在当中也让我们看到，我们在参与这许多服事的时候，在许多的属灵征战的时候，是不是也是需要如此？我们都很害怕，不知道该怎么做。到底谁要去参与在这施工？谁要参与在这里面？这些施工当中，究竟我们怎么样参与？谁要来做这件事情？谁要主责这件事情？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推出去啊，你去做，你去做啊，找谁找谁。那这时候我们看到上帝透过先知说是你。弟兄姐妹，上帝会不会也是如此在跟你说是你，是你要去做，是你要来承担，不要再推给别人，是你。因此当我们在参与这许多事情的时候，是不是上帝拣选了你，就是要你去做，而且也召集了这许多人来到你面前，让你来带领。这边我们看到说，王召集各地区的省长属下的少壮军人共有232人，又召集以色列军队7000人。
所以当中看到那种快打部队，或者是那种特殊的军种，让他们参与在这当中。而这里面我们看到参与的人，包含了前面讲到说232个人，在外加这7000个军人参与在这里面，要去攻打了。所以这当中我们看到上帝已经挑选了，已经拣选了这许多人参与在这里面。许多时候我们都在我们自己的软弱当中，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上帝已经预备好了，就等我们回应说好，上帝就是我去。当上帝跟亚哈王讲完之后，我们回头来看，这边在讲到说，这时候中午的时候，正当着便哈达跟他32盟友在营帐里畅饮的时候，攻击开始了。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在畅饮的时候，也是他们在放松的时候，他们放松了，但是另外一边攻击临到了。这实况是一个很大的落差，他们觉得我们一定赢的，所以他们放松，他们不觉得他们会打过来。所以在当中，当他们放松，他们在畅饮的时候，他们不觉得对方会打赢我们。然而在当中，上帝召集这些，也让亚哈王带领他们去攻打便哈达王。我们前面讲到说，上帝要他召集了232位少壮的军人，所以这也可以说是那一种陆战队或者说特殊军种，他们先打进去了。所以在这边讲看到说，少壮的兵士领先攻击，便哈达派出去的侦察员回报，有一队敌军在打过来，从撒玛利亚过来。所以当中这边打过去了，那边也发现了。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他召集了232个少壮军人先打进去了，后续那7000个才会跟上来。然而在当中我们看到，确实在便哈达王他的身上所带出来的一直是那种骄傲的，所以他们不是说去把他们打死，他们觉得他们应该会赢，所以他下令的是活捉他们，把他们抓起来，不管他们是在打仗的或来求和的，都抓起来。所以他这时候还在想说，我们一定会赢，所以把他们活捉过来，他不认为是打仗，所以还是要把他们抓过来。我们看到这当中就是一样，少壮的兵士带头攻打了，那232个人就带头冲了，带头打了，后面那7000个人在后面跟着过来，跟在后面。在当中我们看到每一个人都能够杀死对手，这很不容易。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出去的很多都是被打死的，或者说在当中有伤亡，互有伤亡。而在当中所记载的是，每一个人都杀死了对手。在当中，在这样打仗过程当中，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生命当中，这军队里面有上帝的同在，有上帝的灵在这当中。所以在这边讲到说，叙利亚人他们就逃跑了，以色列人在后面穷追，在追打。那便哈达呢，就骑着马跟着几个骑兵一起逃跑了。哇，还是当中差很多他觉得我们赢了，我们带了这其他32个王一起过来，我们有这么多的军队在当中，我们赢了。所以他讲话是很狂妄的，但没有想到这当中所带出来却是不一样，不是在这狂妄之当中，而是他们跟几个骑兵一起逃跑了。当我们在读经的时候会看到，这就是上帝的应许在当中，上帝与他们同在。所以在前面我们看到亚哈王他是都放弃了，他们要求好都给你。但这当中我们看到他所带领这些人，当上帝应许将这些人交在他手上的时候，他带领这些人，那一些快打部队冲在前面，少壮军人就在前面，他们打赢了，甚至连便哈达王都逃跑了。所以这边讲到说，亚哈王一直追到郊外，夺取了战车和马匹，大败叙利亚人。这就是上帝与他们同在，这就是上帝将这些人交在他们手中，这就是上帝的心意在当中的时候所带出来的。在这一场战事之后，我们看到后来上帝让先知再去见亚哈王，对他说，回去扩建你的军力，仔细的计划，因为叙利亚王明年春天一定来攻打你，一定是不服气的一开始他们的心就觉得我们一定赢的，但是没有想到被打败了。因此在当中我们看到他后来在当中，上帝让先知再去跟他讲，不止这一场而已，后续还有后续的那一个
是更强大的哦。这时候他们看清你，他们没有预备好，他们后续回去预备了。所以你们要扩建你们的军力，不单单只是这232个人，再加上这7000个人回去，你们也要预备好，因为叙利亚人他们会继续的打过来。23节这边讲到说，便哈达的臣仆对他说，以色列的神是三神，所以以色列人打败了我们。其实这也是当时的人他们的宇宙观，他们会觉得这个神是怎么样，对以色列人来讲也是一样，他们早初会觉得这是我们的神，就只是家族的神或者家庭的神，慢慢变成我们这宗族的神。当人数越来越多的时候，他们会觉得这就是我们这些人的神。甚至在约拿那时期，他们也是觉得上帝就只是陆地上的神。所以在当中我们看到都是一直是如此，他们会觉得就是这样，上帝是局限的。所以在当中我们看到便哈达这边他们所呈现出来也是如此，他们觉得这上帝也就是局限的，就是三神而已。所以在山上打仗的时候，我们当然是打输啦，因为他们的神是三神，是保护他们的。所以如果我们换个地方去，不是在山，我们在平原，在其他地方，那他们的神不一定是有力的哦。所以这当中所要凸显的就是如此。他讲到说，如果我们在平原跟他们作战，我们一定打败他们。而且我们在当中看到，接下来继续往下走，这边讲到说，他们还请王解除那32个王的军权，委派其他将领来带领。所以当中感觉他们是很没力的，所以你们这么不知道怎么带军队，那我们的人来带。所以当中也让我们看到他们要伸手到以色列当中，但是却出了这样的状况，反而他们回来伸手在这许多已经降服在他们面前的这些王当中，将手伸进他们当中。所以就是如此，他们会这样做。我们回到前面来看，当便哈达王去要求亚哈王的时候，跟他说，你说的东西都是我的，都要交出来。甚至接下来说，你那些大官，你的王宫那些东西都要给我，也就是这支配权，这主宰权在我，所以我要怎么用都可以。我想其他国家可能也是遭遇这些，所以接下来他这边要把他们的权拿过来是快的。所以这当中就直接他们知道这样的状况，所以这些臣仆直接跟王说，解除他们的军权，交给其他的将领，我们自己来运作，我们自己来带领，一定很可以打胜仗的。所以当中我们可以看到，如果以色列人他们真的降服了，他们真的投降了，应该也会遇到这样的状况。所以当中我们看到接下来他们把这些全部整编了，把其他这32个国家的军队都整编进到他们叙利亚当中，这33国的军队成为一支劲旅，数目跟前次逃跑那一支的军队相等，也就是他们再去召集了许多的人，把人又号召进来，征召许多人来当兵，而在当中再次的建立了一个军队。所以他们拥有的战车马匹又跟之前一样，他们损失了多少就补了多少进来。所以他说我们要预备好，把那些军权把它卸下来，回到这当中我们自己来掌控。我们要带出一支强劲的军队，然后再去攻打他们，而且是要在平原这边来攻打，这次我们一定要战胜他们。所以当中我们看到这些所出来的情况，是不是又回到我们前一段时间所读的以利亚状况一样？他们会觉得你们在你们的主场当然会赢，但是换个方式进到我们的主场，你们未必会赢哦。所以这当中我们看到他们在改变这些，而且我们人多，因此在当中我们看到了他们改变这样，而且便哈达王采用了这些他的臣仆的意见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在读经的时候，有没有发现上帝在当中占了很重要的一个位置？当我们在做这许多事情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真的回到上帝的面前来？我们有没有让上帝在当中掌权？或者是所有事情我们都要让自己来支配？
在这当中，我们看到了你究竟是要把自己的主权交出去给那叙利亚王，给那便哈达王，还是让上帝的话语在你的生命当中，在你的国家当中来掌权？在这里面，我们常常是把它交出去给某些人，但是我们有没有看到当上帝在当中掌权，带领着他们，以色列人他们所经历的是不一样的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在面对这许多事情的时候，是不是也应该如此？回到上帝面前来，不再只是看着人在做什么，而是求上帝在当中来掌权。当我们这段时间这2个礼拜台湾所经历的这些事情，各位弟兄姐妹，你愿不愿意先降服在上帝面前，跪下来祷告，为着国家来祷告，为这许多事情来祷告？不是一直在说上帝啊，为什么你不听我们祷告？为什么你会让这些事情发生？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发生这许多的事情，他们也会很觉得为什么上帝你要让这些事情发生？然后回来，我们来看这所有事情当中，如果不是上帝允许，绝对不会发生。然而在当中我们看到，也就是其实很多事情都是上帝在唤回他的子民回到他的面前。各位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回到上帝面前来看上帝究竟在做什么，让我们回到上帝面前来聆听上帝的声音，愿上帝带领着我们。在当中我们看到以利亚所面对的事情，上帝让他一个人胜过那450个巴力，胜过巴力，也胜过亚哈王，也胜过耶洗别。让我们在当中不单单只是看到眼前这些人他们好像很厉害，更重要的是回到上帝面前。当我们面对到这所有事情在发生的时候，我们也常常有无力感，常常从心里面有许多那种无力感。但是当上帝出手的时候，事情完全都不一样了。所以我们看到亚哈王也是如此，他有很多的无力感，但是当上帝出手的时候，他看到这整个情况完全不同。各位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将事情交在上帝的手中，回到上帝面前，也看着上帝怎么带领我们去征战。所以你要站在亚哈王的位置吗？在这场战事当中，当上帝呼召你的时候，你是不是站出来？或许你可能是那232个快打部队，那232个陆战队。所以当中也让我们参与在当中，也或许你是那7000个军队当中的其中一员。然而当我们看到，当上帝与我们同在，当上帝带领着我们的时候，这整个情况就都不一样。让我们有一点时间回到上帝的面前来，让上帝来帮助我们。当我们在读今天经文的时候，也让我们再有一段时间回来思想，今天上帝的话语在对你说什么？今天话语是不是能够成为我们的帮助？让我们回到上帝面前来领受，透过默想，让上帝来对你说话。
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在我们生命当中带领我们。许多时候我们都有无力感，我们不知道接下来的事情该怎么走。然而主，我们要将这些摆在主你手中，恳求你带领我们，让我们生命有你的同在，让我们不再是在那无力感当中，而是看见主你要给我们的新的景象。就像以利亚一样，他面对到那种景况的时候这么的沮丧，但是主你让他看到了新的希望，你给他一个新的使命，让他站出来，让他继续的往下走。主啊，你也让亚哈王看到，不是上帝离弃他，而是在当中上帝你依然与他同在，你要帮助他，你要祝福他，甚至你带领着他，让他的军队得胜。主啊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生命里面去仰望你，去经历你。主啊，恳求你在我们当中来掌权。亲爱主，我要将今天我们的聚会仰望在主你手中，恳求你帮助我们更深的去经历你，将自己交在主你手中。愿主你赐福，感谢赞美主。我要将今天所有参与的弟兄姐妹都仰望在主你面前，也要将我们台湾交在主你手中，不再是那些恶者来掌权，而是真实的你的上帝的公义要落实在台湾，让我们能够为这块土地来站出来。当中也让我们去经历上帝你在这当中掌权，感谢赞美你。我们将祷告祈求都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愿我们每一天都有一段时间来到上帝的面前，让我们领受上帝的心意。然而我们也不仅仅在这当中，当上帝呼召我们，我们就要站出来。就像亚哈王，上帝跟他说就是你，就像那些232个少壮的军人以及那7000个军人，当上帝呼召的时候，我们就站出来，让我们也能够用实际的行动来回应上帝。愿上帝祝福你。